哎，舌头，伸出来，哎，舔。我就不信舔不碎它。你对待女人就得这样，没有征服不了的女人，只有半途而废的男人。你搁这事多着呢，去，把车挪过来。小心点啊！哎。哎，疯子，要不这样，哥再陪你待一会儿，要帮你看看这姐们的面相。不用了，师傅。哪天啊，我拍张照片再送到你府里。师傅，您这后台有点缺气儿啊。我推着走健身。哎呀，真不用陪了。不用了，师傅。好，您一会儿路上慢点，小心点。不是，看你这势单力薄的，这么着，啊，等着哥再给你添把火。啊，那我就等着师傅了。走了。哎呦，好嘞，哎。师傅，你慢点。大伟，别动我！几点了？又这么晚？宁可风，你要是不愿意回这个家，你就别回。兄弟，该铺垫的我都铺垫了。以我多年的泡妞经验，此招一出，此妞必收。Ready? OK？OK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